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我以为当个花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晴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德姑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朋友一场，那走了我应该给他送行什么的呀。送行？你不会挽留他吗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为什么要挽留啊？哎，对了，你觉得我今天舞跳的怎么样？说起这万花会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你为何突然间转个不停呢？我记得你平常是不爱跳舞的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杜映跟谢言辰肯定在里面搞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我就跟着杜嫣然就对了。他有牡丹，我也有；他有金蛇，我有小龙，肯定是玩什么上天旨意那一套，说什么他杜嫣然的老公肯定是未来真龙什么的，所以啊，现在被我一折腾，肯定坏了他们的好事儿。谁让我的未来夫君也是真龙呢？真是大言不惭。啊，你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就为你到处着想，你可别到时候掉链子啊！别忘了，我的未来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龙呢。竟有如此之事，照此说来，这两个女人都有兴国之兆，都有母仪天下的命格了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这岂不是荒唐？皇上，这万花会以后啊，老奴多了个心眼儿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铺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数月前，相国大人就已经命人打造金龙发簪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连皇后我都没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没泄露出去呀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
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，就当是巧合吧。哼，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让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给谢言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还是管我吧。哎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这是一种小虫子，哎，吃它这个，哎，好，多喝点吧，味道真好。我先不吃，我从来都不敬你一杯。来，这为何物啊？嘿，这个呀叫羊肉串。这如此吃法倒也新奇。吃一个嘛。三哥怎么样？此物竟如此美味。来，王爷，来。都脏了。来，我教你怎么烤。好，特别简单。来，拿上扇子，刷点油。好。转一转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一下你们小两口。哎，王爷，我先借轻柔一下，一会儿还你啊。等我啊。就我也来试试啊。王爷，我帮您烤。慢着，让本王自己来。来来。哎呀，好了没呀？大头那边都准备好了，你快一点。OK， 你那边，我那边。OK。来，好，王爷，你快点。来。小四，干嘛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哦。这酒菜不就已经是大礼了？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跟我来啦！哎，快点儿！哎，来喝。哎，过来！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劫财还是劫色呀？你想得倒美！快开！雨桐，雨桐，切莫上前！我这是用西域幻术召唤出他的魂魄，你要上前，他就散去了。你胡说！雨桐明明还在世上，你如何能召唤出他的鬼魂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哎，小四，果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。逗我开心？逗我开心就用这种魑魅魍魉之术来哄我吗？尹晴柔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小四，你别喝了。小四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那你能告诉我，雨桐到底是谁吗？告诉你也无妨。雨桐是我心爱之人，
玉童与旁人不同，她虽然说是女儿身，但是酷爱戎装，常常陪我骑马、打猎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就连这只箫，也是她送给我的。难怪。那他现在人在何处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他仿佛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那你这么多年是一直都在等他吗？青柔，你爱一个人，你可以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可以等他一辈子。瞧见没有，这小子又能喝又能吃，天天晚上他都要喝，跟三王爷一个模样。你看看，瞧见了没有？哎，知道吗？听说那个二王爷，那是每日都为皇上祈福，特别诚心，天天都吃斋念佛呢。是，听说了，而且还听说他天天服侍皇上喝汤药啊！哎呀，真是个大孝子啊！哎呀，不错，我想这二王爷将来必定有番作为。是啊，这要跟当年圣上一样，那咱们百姓可就享福了啊！对，是不是啊？百姓的福气啊！就是他说的没错。臣见过皇后。哥哥来了，嫣然近日可好？好，还好，毕竟待嫁闺中，最近甚是乖巧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哥哥会为这段姻缘而生气呢。啊，不，皇上既然开了金口，臣哪敢不满呢？臣这次来，是向皇后娘娘报喜来了。哦，皇上身体抱恙，二王爷伺候在侧，并且吃斋念佛，为皇上祈福。二王爷的孝心，真乃是江山社稷之福啊！臣儿一片赤诚之心，皇上也是十分感动啊。民间也在流传说，二王爷是人中龙凤，必是大福大贵之命。民间还有何谣言？这个，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还有什么话不能在我这里说的吗？啊，民间还在流传说，皇上这次病重期间，三王爷、四王爷不但不侍奉左右，还在王府内狂欢嬉闹，真是有失皇家风范呐。此话当真？民间是如此传言，臣也不知真假。阿广，青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少商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。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城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广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
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齐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手癌呀？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去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儿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哎呀，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儿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也好。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。在下告退。李大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活该。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
让他专门给你刀公虎。好啊！哎呦！王爷，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双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双儿就告退了。尊上如此急召双儿，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？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，做得不错。双儿谢尊上夸奖。原本把你安排在谢延辰府里，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你却来了谢延齐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既然你来了，就要更加小心。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，还要挑拨谢延齐和尹晴柔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双儿明白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。如若不能，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，但希望朝廷能减免部分的税赋。你们看如何处理啊？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考虑，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。儿臣领旨。好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父皇今日只召见我和三弟议政，根本没叫老四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要拿此事考验我俩。上次在万花会我略输一筹，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城。这次的确是个好机会，我们不但要好好的表现一番，还要拖一拖他谢延齐的后腿，接着给他制造点麻烦。舅舅有何良策？哎呀，阿广，你倒是快点啊！咱们乐天斋的招聘启事呢，是要自己去贴的，别等你写完了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嫌我慢，你来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阿广。哎，你说这个地方也没个招聘网站什么的，哎呦，真不方便。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越来越想家了。哎，王爷，冰块脸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？你不是去讨论国家大事了吗？看这个时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你若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哟，看来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挺心烦的。来说说吧，本小姐就给你匀这么一点点的时间，陪你聊20块钱的，说吧。西南巡抚上书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。我也问过户部的人，他们说西南当地困苦，
今年又逢天灾，所以请求减少纳贡。他们还提出了要求，若是再补充一份贡品的话，希望能够减少今年的赋税。然后呢？父皇让我和二哥回来好好想想，明日早朝商议此事。这确实是个难题啊！民以食为天，如果都吃不饱穿不暖了，还纳个屁税啊！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个税收啊是国家的主要来源。可是如果说减就减的话，那岂不是成了儿戏？但是这既加税又上贡的，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哎呀，好纠结啊！看来你倒也明白，所以我也在考虑，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？这西南贡品到底是什么？得有多值钱呀？能让别人冒着杀头的罪都得去接活？你不招人讨厌的时候，还是挺有用的。哎，你，去，没意思，不跟你玩了。各位父老乡亲、大哥大姐、弟弟妹妹、叔叔阿姨、大姑大婶儿，大家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啊！小妹不才，乐天斋老板之一。这乐天斋呢，就位于长安街的繁华地段，环境优美，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，还请大家莅临指导。欢迎欢迎！来，现在乐天斋啊，需要招聘掌柜1名、账房1名、sales 3名和库房管理员1名。同时我们的薪水也比其他同类店铺高3成。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来来，回去多跟兄弟姐妹们宣传宣传啊！多宣传宣传，有优惠啊！有优惠价啊！谢谢谢谢。西南上奏，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，又逢天灾，请求今年减少贡赋。众爱卿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回陛下，西南临近滇藏，关系边疆安稳，贡品被劫，实属无奈。以微臣之见，此朝贡酌情减免，倒也无妨。皇上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，竟敢公然抢夺贡品！以臣之见，出兵剿匪，夺回贡品，告示天下，以儆效尤。说得对，就是对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呀？父皇，儿臣听闻西南百姓遭受旱灾，生活困顿，加上此次贡品又被劫，实属雪上加霜。如若在此时加贡，恐怕对他们来说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困难。以儿臣之见，向西南百姓减贡1年，这样让西南百姓知道吾皇仁爱之心。二哥此言差矣，朝廷纳贡意在威慑，并非真贪图那几箱珠宝、几只珍禽走兽。父皇，儿臣认为，贡品被劫，罪在西南，并非朝廷。说的是。想不到，萧儿平日沉醉于风花雪月，遇到大事倒也不糊涂。妻儿，依你看呢？回父皇，是否减贡，儿臣不敢妄论。但昨日儿臣翻阅书籍，了解到，从西南运贡品进京，所走之路根本不经边疆，似乎并没有土匪藩邦猖獗之地。而这贡品之中，除了少部分珍贵药材外，大部分都是重超1000斤的天青石。这种食材我朝有规定，仅限皇家使用。儿臣只是奇怪，像这种沉重又无人敢买的天青石，他们就是真的劫了去，又有何用呢？老臣以为灵齐王言之有理，
皇上应尽快派人调查贡品被劫一事，待真相大白之后，再来商议是否解贡，也不迟啊。好，准奏，就按爱卿说的办。父皇，儿臣请旨前往调查，还望父皇恩准。这件事稍后再议吧。是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都不是外人，别这么送来送去的。殷景柔，王爷没跟你说吧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西南了。这可是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而且还让我照顾王爷的起居。就你，我就呵呵了。别人不照顾你都烧高香了，你还照顾别人？我能不能照顾人不重要，关键是这是王爷的意思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启程吧。男人的话，果然跟母猪上树的传言一样不可信。噔噔噔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周老师给咱们做的纸牌。咱们是斗地主还是双生？斗地主。好。殷姑娘，斗地主为何物？双生又为何物？这斗地主呢，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，就是3个人玩的游戏。其中有一家呢是地主，另外2家合力击垮地主。出牌呢可以出1张，也可以出2张。3张一样的呢可以带1张或者2张。然后那个4张一样的呢就是炸弹。2张王牌呢是最大的牌了，是最大的炸弹。哎，阿果、双儿，你们不用听吗？一会儿别被赢得哭鼻子。这个，晴柔之前教过我。我虽然不怎么会玩哈，但是稍微了解一点儿。我跟晴柔家离得比较近，会玩一点。我们都玩得不好啦。对，我们玩的都不好。这么开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为何会如此打扮？成何体统？独孤远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真的是新手吗？你明明比老手还要老手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么多年都白活了，这剧组也白混了，玩斗地主输给了一个古代人。哎，王爷，看你也挺闲的，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吧，可好玩了。当真如此有趣？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意思呢。像王爷这种人，会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游戏吗？王爷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纯粹的人，是一个有思想道德的人。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，忠于民、忠于心的人。你说王爷他会玩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依我看，你是怕输给本王吧？切，激将法，呵呵。行，我就是怕输给你，怎么着，打我呀？我还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呢。你，禽柔。好了好了，算你一个，不过你可不许耍王爷脾气，要愿赌服输的。什么叫算我一个？本王还不稀罕呢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真小气。哎，王爷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跟我们这是什么气呀？赶紧回去跟我们玩吧。也罢，赢了他们，看他们还叫嚣。走，炸弹！
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真没意思。哎呀，舅舅，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好让我早些出来迎接呀。不必了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舅舅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好想了一下，如果现在动手，是不是太过明显了？王爷不必多虑，我们当然不会在他刚出京城的那个时候动手，我们是等他路程过半的时候再找机会。况且我这次安排的人，声音相貌都更似滇藏人士，以便于被我们假获。舅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。王爷，切勿优柔寡断，做大事者当断则断，否则必受其乱呐。那就依舅舅所言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爷，我还要再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王爷要少花心思在女人身上，红颜祸水啊！是，舅舅教训的是，本王知道了。管得够宽的。哎，今天趁着人多，我们来玩杀人游戏吧。好。大胆！你二人怎可如此轻率？杀人乃触犯国法，怎可以游戏称之啊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不是真的杀人，而是那种审案型的游戏啊。那也不可。究竟是何游戏？名称如此凶险，真无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呐，每个人都讲一个鬼故事，趁着这夜色，多刺激啊！好，我先来，这个最在行。让我给你们想一个灵异一点的智力型的问题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就你事儿多，听着。在一个县城里呢，母女3人相依为命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母亲突然离世了。在亲戚的帮忙下呢，他们办了丧礼。可是呢，在丧礼上，妹妹见到了一个远房的表哥，并且对这个表哥可谓是一见倾心啊！一见倾心？青柔，你搞清楚好不啦？这可是恐怖故事，不是你看的那些言情小说。就你事儿多，真是的！听着，可是葬礼还没结束，表哥呢就不见了踪影。表妹啊，就找啊找，总是找不着。她呢，日思夜想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人都消瘦了许多呢。突然，你要吓死我呀！突然呢，妹妹有一天拿着一把刀，一刀，把姐姐亲手杀死。请问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哪门子恐怖故事啊？切，这个故事确实曲折离奇，匪夷所思啊！阿广啊，你先说。我觉得这个妹妹不是个疯子，就是个变态。No， 冰块莲，你说。依我看，这个妹妹应该是认为表哥喜欢姐姐，所以心生妒忌，才下此毒手。也不对。独孤园，那你觉得呢？阿广和三王爷说的都不对吗？都不对。在独孤看来，这位姑娘一定是一个简单直接而又不用头脑之人。为什么？我想一想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莫非是那位妹妹一直很想再次见到自己的表哥，而苦无对策？她只知道上次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见到他，所以她误以为再办一次葬礼
就可以见到自己的表哥了。我本以为从网上看到的这个测试犯罪的题目，他们这些古代人肯定猜不出来。可是独孤元敬回答得如此清晰，轻轻松松的，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？真猜不透的。那么，晴柔，独孤公子说的对不对呀？是对的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么腹黑的答案你都能想得出来？这算什么破故事？如此阴暗。王爷，你说是吧？罢了，这故事实在过于阴暗。本王乏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那在下也告辞了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哎呦，尹晴柔，你这么做暴露年龄，知道吗？你干嘛像个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？都快吓死人了！昨晚那道题，本王并非答不出，只是本王精神欠佳，无暇思考。你可以多出几道题，本王一定答得出。原来是这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别逞强了。难道你以为本王的聪明才智不如那独孤吗？有些问题呢，不是答上来才叫好。哼，世间岂有此种道理？快出题吧。呀，我们三王爷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没有。你脸都红了，还说没有？你若是不肯出题，就算了。哎，你。旧深秋，窗前明月独坐，不甘心的寂寞，对谁诉说？不会说，才不说，眼泪划过，而我，你不再为我，我不再难过，就这样结果。也许只是眼角无意的一瞥，就注定了你我。大雨一直滂沱，无言雨水滴落，思念对谁说？也许只是眼角无意的一瞥，就注定了寂寞。就算你远走，我还站在原地，傻傻的等候。
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只盼双儿姑娘吉人天相了。独孤，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。王爷放心，独孤定当竭尽全力。你想什么呢？阿广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言齐而受伤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孔双双，他可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著名大影星孔双双啊！哎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而让自己挨刀子呢？我觉得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哎，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以他孔双双的个性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难不成他真的喜欢三王爷？不会吧？这里面啊，一定有阴谋。但是请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去跟三王爷说，他肯定听不进去，反而还会觉得我们是小人之心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还是慎重行事，静观其变吧。他孔双双虽然坏，但罪不至死。是啊。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父皇，不知这么急召儿臣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是啊。齐儿在去西南的路上遇刺。啊？什么？是三哥？三哥他现在可否安好？倒还好，此刻性命无忧。朕让你们觐见，主要是与你们商议，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，竟敢如此大胆，行刺皇子？对呀，竟敢对皇室下手，实在是猖狂。不过，父皇，现场可否留有什么线索，或者是活口？唉，信中并未提及呀。这一群贼臣乱子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不过父皇，请你放心，臣儿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好给三弟一个交代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去接三哥回宫。妻儿说，他一定不辱使命。三哥这是何苦呢？三弟尽心尽力为父皇办事，实属朝廷社稷之福啊！让为兄实在是惭愧啊！臣儿啊，刺客身份之事，就由你去查。儿臣领旨。萧儿在。你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随你一同去护卫你三哥一行。是，儿臣领旨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少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让开，小羞无少你！住手！爹的话都不听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爹，三王爷和晴柔他们遇袭受伤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，将那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事情已经出现了，你去又有何用？三王爷有让你去的口信吗？没有。你看看你这个性格，就是一介莽夫，有勇无谋，何以成大事？浩儿，传言三王爷遇刺，这朝中必有异动。这情况尚不明确，你若贸然行事，必定打草惊蛇，这与三王爷的处境不仅不利，反而误事。这样吧，你且带我
明日上朝，询问皇上的意思之后，再做打算，如何？可是爹，无需多言，你要再坚持想要去，就是跟为父过不去。哼！妻儿这段时日，真是多灾多难。幸好此次无碍，要不然，可让我怎么活呀？臣妾恳请皇上下旨，还是命妻儿快快回京吧。可妻儿说，他不完成使命，誓不回京啊。这个孩子脾气实在是倔强。你放心吧，朕已派萧儿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快马加鞭前去护卫。过几天，他们就会会合了。臣妾谢皇上体谅，这样的话，我也能心安一些。可皇上，你又在为何事而忧心呢？朕知道妻儿受伤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召见陈儿和萧儿。萧儿第一句话就是关心颜齐的安危，可陈儿关心的却是否抓到刺客，是否留有活口。这让朕也多了一些忧虑啊。这萧儿与琪儿素来亲近，又是手足，他关心琪儿是无可厚非的。再说陈儿与琪儿、萧儿又是同一血脉的兄弟，他关心是何人所为，也是在替皇上分忧啊。不论如何，兄弟手足之情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。也许是朕想多了吧。想个办法是。应该有一个对策呀，可不是吗？皇上，臣以为此事极有可能是藩邦所为。近年来，藩人为了贡品之事，屡次与我朝斡旋。此次行刺，有可能是他们借刺杀三王爷一事来要挟我朝。因此，此事万万不能姑息，请皇上下旨，马上出兵讨伐藩邦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藩人虽然屡次进犯，却都是因为免贡免税之事，绝不至于伤及人的性命。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就轻易发兵，恐怕会引起对方的猜忌啊！臣恳请皇上立刻出兵，以扬我朝之威呀！皇上三思啊！出兵之事还需从长计议呀！够了，这是三王爷的手书，小球子，读给他们听听。是。父皇亲启，儿臣此次虽然遇袭，但并无大碍。此事儿臣定会彻查，但在水落石出之前，还请父皇不要大动干戈，切勿让那些贼人以为大事已成，钻了空子。儿臣此行定会查明贡品被劫真相，不负众望，还请父皇勿念。
三王爷果然仁义啊！其儿此举，乃我朝社稷之福。皇上英明。此事不但没有取了老三的性命，反而让他占了先机，真是气煞我也！气煞我也！他谢延琪这步棋实在是高明啊，尽得皇上的心意。舅舅，你说他此次遇袭，会不会已经掌握了什么证据呢？这个我也说不清楚。倘若他真的掌握了证据，为何不把你我二人抖落出来呢？眼下你我二人也只好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了。谢延琪这小子果然阴险，此番虽然没有伤了他，但是本王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谢延琪，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青柔，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我已经替她换过药了，而且她现在意识不清，正睡着呢。你就放心吧，阿广正在里面看着呢。哦，那独孤呢？独孤为了给双双疗伤，动了真气，所以现在在屋里静养呢。青柔，为何我觉得你在与本王置气呢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你有心问我双儿姑娘的伤势，倒不如想想是何人行刺你吧。哦，这行刺之事，之前独孤也有提过，他认为此事必是谢延辰所为，还建议我务必与他抗衡到底。你说你这次微服出巡本来就十分隐秘，朝中之人就没有几个知道的，可是那些贼子为什么会知道你的所在呢？而且这些贼人分为两拨人马，第一批人呢，一看就是山贼，他们只图钱财，行动也十分的果断。可后面那些黑衣人呢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，而且行动也颇有章法。哦，最重要的是呢，他们根本不贪财物，是直冲着你来的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些黑衣人的幕后主使，一定是知道你身份的人。而这朝中能有行刺动机的人，也只有谢延辰了。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，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此事没有那么简单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仔细参详。要说此事是二哥所为，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推断。在我看来，谢延辰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。也许有人只是想利用他的身份。对。不过，不管此事背后的指使人是谁，我都已上报于父皇，必将此事彻查到底。还望父皇保重龙体，慎重出兵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而且啊，以德服人。希望那些贼人啊，不要再出来。给你点个赞，噔噔。哦，这双儿姑娘伤势一事，还要多谢你啊。毕竟她是因我而受伤，还望你莫要误会于我。哼，我才不管呢。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别猜，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你。双儿姑娘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
自从一儿归天，太子之位就悬而未决。众爱卿，你们怎么看呢？皇上，臣认为三王爷谢延琪可担太子之任。爱卿，你为何推荐其儿？三王爷为人宅心仁厚，遇事沉稳，既不张扬，实乃储君之最佳人选。启禀皇上，臣推荐二皇子谢延辰。相国，方才朕问你，你为何不说？爱卿，你接着说。皇上，三王爷此次在彻查贡品被劫一事的路途中，一路上体察民情，为民伸冤，即便是在遇到贼人行刺的凶险环境下，也能够临危不乱，率众人御敌，坚持不辱皇命。此事做得有理、有据、有度。若再有皇上的悉心培养，臣相信三王爷将来定当成为一代明君。皇上，臣罢了，别沉的了。朕累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臣等告退。可以吧？周兄真乃神人呐！此等模型，杨某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来，杨兄坐。好。哎，周兄啊，这水车一物，周兄既已成竹在胸，独立即可完成，那为何还要杨某来此啊？嗨，这说来就话长了。延庆王爷曾经有一次下西南之前，他曾经来找过我，说是西南大旱，问我能不能造一台水车，解民间之疾苦。我说倒可以试试。然后呢，他就向我推荐了你。我？对啊，王爷说他有一次去工部曾见过你，说你当时呢是在研究一个什么武器，十分的投入，说啊你见到他连招呼都不打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不像其他人那样只会知道阿谀奉承。没想到王爷竟然如此宅心仁厚，杨某还以为他会责怪于我呢。哎，延齐王爷呢一向是宅心仁厚，不拘小节，你不必在意。惭愧呀，惭愧。哎，杨兄弟，你怎么也喜欢做这些手艺活呢？周兄啊，说来惭愧，杨某自小喜欢摆弄一些木工之类的活计，疏于学习。而家父3员出身，后为当朝大学士。杨某却只是在工部做一个小小的主事罢了。家父一直以为我是给列祖列宗抹黑呀。哎，杨兄弟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360行，他行行出状元，是吧？等咱这水车建好之后，惠及成千上万的百姓，这跟读圣贤书是一样的，造福于民。你爹啊，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但愿如此啊。皇上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您早点休息，保重龙体重要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杨大学士刚直不阿，平时他很少显才于人面前，可这次为什么他为琪儿说话呀？哎呦，皇上，这朝纲之事，老奴不便轻言呐。你在朝中也这么多年了，
很多事情你都看得明白，那朕就恕你无罪。那我就谢谢皇上。嗨，我也是听说，这杨大学士的小儿子，就是工部的杨主事啊，在跟民间的一位匠人合伙研发什么水车，若是成功的话，说是能够缓解灌溉的效率，还有能把低处的水引到高处去。奴才不才，不知道此物是否能够改变这个旱情。若是真的成功了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呐。可这事儿跟朕的问题又有何瓜葛呀？老奴还听说，这杨大学士的小儿子自小就喜欢摆弄木匠手艺，这一次与民间的匠人合作这个水车，还是三王爷和准王妃的建议呢。就是不知道这次跟这个杨学士的推荐有什么关系呢？老三，倒是知人善用啊。是啊，杨大学士听说以后啊，一直很赞赏三王爷的眼光。可这事儿又跟晴柔姑娘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啊，这个民间的奇人将士啊，说是晴柔姑娘家乡的挚友，制这个水车的点子还是晴柔姑娘提出来的呢。这个老三呐，倒是找了一个贤内助。这朕就安心了。哎呦，贺喜皇上啊！双儿，你的伤势可有好转？谢王爷关心，伤势虽已有些好转，但还是没有力气。这个死仙气！双儿姑娘，哎呀，这次出行啊，要不是你和李章兄弟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真不知道有几条命都丢掉了。晴柔姑娘，你别走远了。此言差矣，你别跟我了，我要上茅房。应当的。哎，那每一次都这么危险吗？哪有这么夸张啊？死仙气，臭仙气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我的屁股！尹姑娘，尹姑娘，过来过来！哎，你看那些是不是接贡品的人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走，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尔等可知，劫取贡品，那是死罪。狗官，你要杀就杀，何须多言？放肆！你们可知，在座的是当朝三皇子。三王爷，王爷恕罪啊！王爷恕罪啊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王爷，还望王爷海涵啊！可是王爷，我等可是良民呐，早就听说王爷您要来，现在看来，真的是老天有眼呐！王爷，草民有冤情啊！有何冤情啊？今年我们这里遭遇大旱，民间也闹了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不说，朝廷还不减免赋税。王爷，我等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将这贡品藏
藏匿在此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救济灾民呢，王爷。是啊。哼，一派胡言！朝廷得知西南大旱，早已责令地方官员酌情减免赋税。王爷，草民绝无虚言呐。那些乡绅大户们与知府合谋征收的赋税，不但不减，反而比往年更加呀！王爷，我等也只是想讨个活命啊，王爷。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本王怎可信你？他们没有说谎。过来，我去附近的村子看了，发现都是这样，村民们都可以为他们作证。王爷，他们确实没有说谎啊！要是没有他们，村子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。乖。既然如此，就待本王体察民情之后再做决断。若你们所说属实，本王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！舅父，这父皇现在肯定是偏向的谢延琪了。王爷，休要急躁，越在此时，才越要沉着应对。眼看着皇位就要旁落他人，你让本王怎能不急躁？若是老三手里有证据，一切都晚了。我看咱们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杀进皇宫，逼那老家伙退位。万万不可啊，王爷！此刻我等尚未掌握朝廷全局，此刻行事必定玉石俱焚呐！还请王爷三思啊！废物！你们就知道说什么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倒是给本王做出点事情啊！王爷，休要急躁。既然他谢延琪在奏折中那么说，就证明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而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打通京城各处的关系，按兵不动才是上计啊。那就仰仗舅舅了。喂，冰块莲，你没事吧？唉，还有吗？以往只是待在京城，见惯了这人间繁华，以为处处都是太平盛世，没想到此次出行以后，才见到了人间疾苦，着实给本王上了一课。冰块莲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现在正为国事担忧，哪有心情听什么故事啊？我讲的故事也有关国事嘛，你听完再说嘛。在我们那里呢，有一个地方毒蛇泛滥，于是呢，当地官员就贴出告示，说到只要百姓捕捉毒蛇，就可以减免赋税。可是这些毒蛇，它们的毒性实在是太强了，只要被它咬上一口，就必死无疑了。可是这事儿呢，比起苛捐杂税来说，并不算什么难关。于是百姓迫于无奈，就只能与蛇赌命。就这样，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，百姓靠着不断捕蛇，才将就着把日子给过下去。如果停止捕蛇，而选择苛捐杂税的话，说不定头一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唉，真是可怜啊！冰块莲，我的故事讲到这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唉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苛政猛于虎也。苛政猛于虎也。说得好啊，青柔，你真是本王的一面明镜，我要感谢上苍，将你赐予了我。好了，别煽情了，你赶紧想想这事儿怎么办吧。本王已有主意。父皇，
儿臣此番西南之行，得知贡品失窃真相，这一切都是地方贪官苛捐杂税、欺压百姓所致。百姓也是为了求生，才不得不铤而走险，盗窃贡品。若不是儿臣亲眼所见，也定不能相信。因此，儿臣先斩后奏，将那些榨取百姓的贪官污吏就地正法。其次，背后头目也都已押解回京，待父皇发落。至于劫取贡品的村民，依儿臣看，他们也是要将贡品用于赈灾之处，心地还是善良的。因此，儿臣已让他们戴罪立功，以观后效。另外，西南旱灾，粮食欠收，儿臣切身考察后发现，其中也有灌溉不利之因。此次出行之前，儿臣曾命工部杨主事制作了一台水车，大约几日就完工。若完工后尽快推机使用，会解决旱灾一事。父皇苛政猛于虎也，儿臣斗胆望父皇下旨，减免西南赋税3年，以示皇恩浩大，而严其敬上。苛政猛于虎也。好，来人，皇上有何吩咐？拟诏书，